今集同大家去南丫島，路程係由索罟灣經過菱角山，再去莫達舊村，終點係返去索罟灣，全程大概係5.3公里。睇片之前記得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啦。前往嘅方法，我就喺中環4號碼頭往索罟灣，成人嘅收費係38.7。落咗船之後，喺碼頭嘅右手邊方向往前行，沿途會經過大量嘅海鮮餐館，最後見到一間天后廟，喺隔籬有一條樓梯，嗰度就係山徑嘅入口。菱角山係香港一座山峰，高250米，位於南丫島東部。菱角山西北面係索罟灣，東北面係莫達灣，同埋東南面嘅石排灣，有水泥山徑環繞山腰同埋山脊。由於山上有唔少嘅奇形怪石，包括有外形好似卡通人物、米奇老鼠石同埋史諾比石，所以遠足愛好者都稱為石景山。沿住呢條山路行落去，就係石排灣沙灘。石排灣沙灘喺兩個村落之間，係全南丫島最大嘅沙灘。石排灣沙灘背靠菱角山，由於佢嘅位置比起其他南丫島沙灘偏僻，而且少人去，海水亦非常清澈。莫達灣新村位於菱角山下，早喺幾百年前已經有島民定居。60年代政府將居民權益同埋村界劃分，並命名為莫達灣。南丫島漁民文化村建於索罟灣，喺4萬幾尺嘅魚排之上。文化村內擺放不同時代嘅漁民裝飾同埋用品，飼養有各式各樣嘅海洋生物，可以喺呢度認識香港漁民嘅傳統文化，仲可以享受放鬆同埋愉快嘅體驗。原來呢度仲有一間水泥廠，位於蘇古灣對面，於1980年開業，並於2001年關閉。散裝水泥碼頭建於填海土地之上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